1、2、3、4，找我放袂落，你对我的好，听入心的话，不知要对啥人讲，话不当初，太苦强，爱的解药无地讨。为何今夜的雨惨惨地滴落？伊将阮送落，伊将阮送落去，调不归户。为何今夜的歌愈唱心愈苦？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推荐教唱的这首歌是乐天歌姬，也是超级红人榜20关的关主陈依晨演唱的《找我放袂落》。我们来看这首歌，作词作曲是周伟杰这个是一个降一调4拍子的歌曲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了大家看加1、2这两个加起来1拍，3、4 4拍子那个速度呢是77，1分钟有77拍。来，我们看第一小节主歌来。咪咪咪瑞嗦咪，嗦短咪长前短后长，咪咪咪瑞嗦咪，切我跟这放袂呢这两个都是前长后短我们说这个切分音呢有3种前长后短，这个就是啦这个嘛是这个呢前短后长还有一种呢我常常用我叫它两头短中间长。这首歌我居然找不到呢来赶快帮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两头短中间长呢？还真的没有呢拍谁了这首歌里面没有下次有再介绍给大家。来，找我放袂落，这个后面的这个咪呢，请要发这个落的尾音找我放袂落，你对我的前面这一个拍3连音的第一个音不要这样嗦咪嗦嗦啦啦嗦，嗦咪嗦嗦啦啦嗦，这个嗦啦也是一样，这个第一个嗦呢被前面这个哇呢连走了，所以只唱后面这个，然后啦嗦啦有附点，所以啦嗦后面再拉长1拍，嗦咪嗦嗦啦啦嗦，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好，你对我你对我的好，这个呢这个音呢正好我就发这个尾音，你对我这个有2个音那尾音要带出来，这尾音都要带出来我们唱歌呢就是要把字首像这个切有没有？切我放袂落，这个字首、字腹跟字尾都要交代清楚。来，从头，找我放袂落，你对我的好，啦啦啦嗦啦啦哆瑞瑞瑞哆咪瑞，这个啦哆瑞瑞瑞哆咪瑞全部都切分音，前长后短呢。啦啦啦嗦啦啦哆瑞瑞瑞哆咪瑞，听入心的话，知要对啥人讲。后面有个瑞请那个把它的公的尾音拉出来公的尾音是什么？公它的尾音是听入心的话，入心都是闭口音。听入心的话，知要对啥人讲。咪咪瑞咪瑞瑞哆啦，咪咪瑞咪
瑞瑞哆啦。这首歌呢，你看这么多的这个切分音，都是前长后短，所以请唱的时候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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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住这个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前长后短。会不动错，这里呢不呢加了2个转音在这里。会不动错，太苦强苦强，也是切分音，苦后面是强，这个尾音都要带出来哈。还有这个强有转音，强会不动错。太苦强，嗦咪瑞拉哆瑞哆2 3，嗦咪瑞拉哆瑞哆2 3，哎耶该哟无地土，哎耶该哟无地土，从头。找我放袂落，你对我的好，听入心的话，不知要对啥人讲，话不当初，太苦强，爱的解药无地土2 3，咪嗦嗦咪瑞咪。咪嗦嗦咪瑞咪，这个人副歌开始呢哈，前面是主歌，从这里开始就是副歌。副歌的第一个音呢咪，它前面有4分之，这个也是个切分音，它前面的3/4拍呢休息，所以后面的尾和只有1/4拍哈，所以短短的，请注意1、2、3、4，为何今夜会好？咪嗦嗦咪瑞咪，再一次咪嗦嗦咪瑞咪，为何今夜会好？金是个闭口音啊，请注意。为何今夜会好？拉嗦咪瑞哆咪，拉嗦咪瑞哆咪。潺潺一滴落，潺潺一滴落，潺潺一滴落啊！这个熊熊啊，一滴落啊，潺潺啊，这个怎么这个卖力的哈，使命的一直落了，一直下的，为什么今夜的雨哈，这拼命的下了哈？为何今夜会好？潺潺一滴落，一滴落，在这里有个转音，一滴落，瑞瑞咪瑞哆瑞瑞咪瑞哆瑞哆嗦咪瑞，又却这个1个、2个、3个、4个，通通切分音来。瑞瑞咪瑞哆瑞瑞咪瑞哆瑞哆嗦咪瑞。一将阮杀落杀有2个转音在后面。一将阮杀落，一将阮杀落，迄条不咪嗦不归河，不归河，不归河，归不有这个转音，河也有转音，来一将阮杀落，一将阮杀落，迄条不归河，咪嗦这个刚刚这个尾喉这里又尾喉也是一样哈。这个刚刚前面是休息，这里呢，虽然不是休息，这个和喉这个瑞是前面的哈，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只有1/4。咪嗦嗦咪瑞咪，拉嗦咪瑞哆啦，来再一次来，咪嗦嗦咪瑞咪。拉嗦咪瑞哆啦，为何今夜会好？愈唱心愈苦，为何今夜会好？愈唱心愈苦。嗦咪嗦嗦咪瑞哆瑞瑞瑞咪嗦啦咪瑞哆。嗦咪嗦嗦咪瑞哆瑞瑞瑞咪嗦啦咪瑞哆，雨水规暝落袂停，予我的心淡孤孤。
雨水规暝落袂停，我的心淡孤孤。唱到这里呢，这个副歌也唱完了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一遍呢，高帽子一，高帽子一，接下来单勾勾啊，这一小节之后呢，要间奏8小节，然后反复从哪里唱呢？从最前面，然后又侧我放袂落，来我放缩小一点啦，然后呢又唱到这里哈，互我的心淡，请跳高帽子，go go 2 3 4 1 2停停，为何这里为呢哈，到这里呢哈，要这个看到一个符号 C 钮有一个特性呢，我们看到 C 钮要往前去找另一个 C 钮在这里，然后继续往后唱，来，那就是接副歌嘛，对啊，这个同学眼力很好哈，这里啊，所以第二遍呢哈，唱到这里，go 2 3 4 1 2停，为何今夜的雨潺潺伊滴落，伊将阮送落，伊将阮送落去，调不归户。继续唱呢，唱到这里，我的心淡淡淡。这里呢看到突扣打，叫我们去找扣打了，扣打在哪里？扣打在哪？在这里啊，不，在这里那个，所以这里哈，这个二的后面这里哈，这里是扣打哈，所以我的心淡，这哥哥，为何今夜的歌愈伤心愈苦？停停，雨水规暝落袂停，我的心淡孤孤。再唱到这里呢，这样才有结束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一段啦。后面这一段跟前面有不一样吗？这里咪嗦嗦咪瑞咪，啦嗦咪瑞哆哆，啦嗦咪瑞哆哆啦哆哆啦，啦嗦咪瑞哆哆啦，愈伤心愈苦。停停，嗦咪嗦嗦咪瑞哆瑞瑞咪瑞咪瑞哆那哆。所以呢，我们歌谱唱的哈，我们来这样唱的。为何今夜的歌愈伤心愈苦？雨水规暝落袂停，我的心淡孤孤。淡淡这个大瑞哆，这个哆呢还会连着这里，淡这里还有一个拉，咕咕。那唱到这里呢，这首歌呢，看到这一个就唱完了哈。所以我们刚刚唱过第一遍了，对不对？我们来反复唱第二遍啊。这个假设现在间奏8小节结束了，又要从头，有没有啊？记得等一下要接C 钮啊，所以要接副歌哈。来，从头来。找我放袂落，你对我的好，听入心的话，不知要对啥人讲。话不当初，太苦强。来，等一下，同学有掌握住吗？等，前长后短，这个节奏要掌握住啊！来，爱的解药无地讨，为何今夜的雨潺潺伊滴落，伊将阮送落，伊将阮送落去，调不归户。为何今夜的歌愈伤心愈苦？雨水规暝落袂停，我的心淡孤孤。唱第二遍呢，这里勾勾2
2、3、4，继续，1、2，停。为何今夜的雨潺潺地滴落？伊将阮送落，伊将阮送落，彼条不归路。为何今夜的歌愈唱心愈苦？雨水规暝落袂停，予我的心担孤孤。为何今夜的歌愈伤心愈苦？停停，雨水规暝落袂停，予我的心担孤孤。这里唱到这里，看到一个符号 FINE， 这首歌就唱完了啊！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陈依晨小姐演唱的《册我放袂落》，您还喜欢吗？如果您喜欢岳云老师呢，经常的这个介绍给大家的好听的歌曲呢，欢迎到 YouTube 频道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订阅按赞。要记得帮我分享给爱唱歌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开心欢唱哦。好，今天这首册我放袂落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